嗰場唔係一場足球比賽，嗰場係一場戰爭。2006年德國世界盃，葡萄牙同荷蘭嘅16強交鋒，比賽一開始，足球規則嘅第2分鐘就崩潰咗。雲保美喺後邊踢跌基斯坦奴朗拿度，黃牌一張。5分鐘之後，保拿路斯踩中呢位天才新星嘅大 red， 呢位馬德拉少年嗌佢出嚟，仲要求換人。荷蘭係咁獵殺嘅，而葡萄牙亦都接受挑戰，戰爭爆發。與此同時，文尼治入咗球靚波，葡萄牙領先。橙衣軍團反擊並進攻，雲佩斯差距就入波。5分鐘之後，洛賓衝入禁區，紐魯華倫迪犯咗個明顯嘅12碼，球證完全冇吹罰。上半場就快要結束，哥斯甸拿舉起嗰隻手，2黃1紅被逐出場。葡萄牙得返10個人，下半場開始激戰持續，葡萄牙死守，而荷蘭領費高好煩躁，雲邦賀斯同保拿路斯先後用粗野動作阻截葡萄牙球星，前者佢啲黃牌，後者就被趕出場。後備席都起手啦，有推撞同埋互鬧，啲人明白發生緊咩事。比賽繼續，迪高對希丁加做咗個好粗野嘅攔截，荷蘭球員衝上去保護隊友，又引發一場混亂。第78分鐘，葡萄牙想拖延時間，迪高睇住個波唔放，第2張黃牌趕出場。葡萄牙得返9個人死守，衝突仲未停。第95分鐘，雲邦荷斯喺後邊踢人，被趕出場。之後嗰幕成為咗歷史。迪高同雲邦荷斯對巴塞隊友一齊坐喺球員通道嘅樓梯，好平靜咁傾偈。而場內嘅戰爭仲打緊。比賽結束，葡萄牙守到最後成功晉級。荷蘭球員失望到跌晒佢哋已經筋疲力盡，16張黃牌同4張紅牌，創下世界盃歷史紀錄。呢場就係紐倫堡之戰。